较严肃的，你较严肃的。是嘞，如果是回息的时间哦，听到没有？大家好，大家好，今仔日阮要来，回息嘞，是安怎要回息的，恁知无？大家拢连嘛毋知。阮讲互恁听，就是吼，顶礼拜迄集啊，嘿，杰尼讲气话的代志变哪念？嘿，伊讲气话，阮甲伊讲毋对，是客话。结果就有人来甲阮讲企业、企图，到底面顶写的拢是气，啥恁是客？好啦，所以阮就甲恁讲啊，自今日开始，阮会讲阮家己是上爱讲气话，气话。对啦，安尼就较好记。好啦，爱回息咧，阮就回息咧，是咧，是嘞，是咧，是嘞，安尼讲有够4届安尼，啊无过2届，是咧，袂啦，是嘞，好啊6届啊，差不多啊，听做没有啊？你哪会记得哦？以后就是上爱讲气话，气话，对啦，是气话啦，气话啊吼。阮今讲6遍是咧啊，应该会知啊吼。莫阁生气啊啦，气话是阮你讲的，毋是你讲的啊。好啦，安尼杰尼歹势哦，你以后就会使讲气话咯。是嘞，杰尼，杰尼是咧，气话，对，哈哈大是咧。超过啊，超过啊！我听做没有，阮的开场就是安尼。我知都怪严肃，对，我知你已经等足久啊，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带来开 Podcast 节目，来听我白边，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我本来准备讲台语，佮一个来欢迎咱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欢迎哦，阮是出名人哦，我即摆才知影。恁敢佮无出名？对啊，恁佮感觉无？恁感觉爱安怎才叫出名？敢若蔡依林安尼会使啊。哦，安尼迄可能迄标准伤悬啊啦。阮是哈哈台的杰尼，我是靠背兄阿 J。阿 J， 对，顶礼拜听众朋友，恁若是无听到顶礼拜精彩集数，拜托咧啦，大家得个登去听哈，就精彩。若无你毋知影讲即集啥，佮拄则个照咧。顶礼拜讲了伤欢喜，访谈的节目，好问的节目，毋是访问的节目，咱就是阮话伤济啊。好问的题目，甲今仔才90半尔。阮本来要问的迄个重点，就爱囥伫遮。嘿啊，对，顶礼拜知影讲，就是因一届出去采访偌济人，而且佮做遐定济功课。过来，阮就想要问一个，阮上介意感觉上趣味的，就是讲，因为姐你平常时就讲，你有当时讲台语，就是翻袂过来嘛。啊，你若是拄着你去访的时阵，因为恁有一寡地区拢是讲台语的时段，是的。啊，你若是讲台语，你听无要安怎？哦，这就爱我来讲者吼。其实我是感觉你拢听有，大部分拢听有，嘿，就是我是听有，啊，毋过我讲就是较无练等，对，所以我定定拄着一寡时段，基本上拢会使。甲你对话安尼，对话，基本上拢会使。即摆是一个我迄大考验，就是毕业时阵开始有伊个讲，就是拢会使对话。对啊，我若是讲袂标准，我就加讲几届，伊就嘛是听有嘛。对。啊，有时阵我若甲我出去，阮拢会配一个 camera 的大哥要安怎讲，摄影。哦，摄影大哥就是伊台语袂歹，啊有时阵我若讲袂好，伊会帮我斗三工，帮我翻译个。对，我自做迄家路访问到即摆，印象中敢若有一届，我真正是完全拢听无。顶礼拜深坑，嘿，深坑迄个阿嬷，是毋是？遐毋是深坑，遐是正石丁迄个阿嬷，足古锥。我真正是第一届，我真正听无。迄嘛是真趣味，这故事就是就石丁遐少年人较少，拢是大人。石丁遐最有名是迄豆腐嘛，我想讲爱去甲访问者。阿嬷感觉迄臭豆腐是遮个最有名的名产吗？有好食无？就是甲我讲，毋是，伊就开始讲。什么是最有名？就开始什么水一段，什么 Q 什么水什么什么之类，差不多知影伊咧讲什么水。啊，毋过我毋知影啥意思。伊头前后壁什么意思？伊直讲 Q 水，我想讲 Q 水应该就是去底水的意思。对。啊，毋过伊可能迄阿嬷吼讲话较甘做伙。对。我就有一寡听无啊，听讲伊有一寡迄 Q 嘛是较特别。对。敢是每个所在拢有 Q 啊，就定遐的 Q 我就是较听无，连名的迄大兄伊嘛听无。啊边啊附近拢无人啊。阿嬷其实有一个外国的朋友咧照顾，啊伊嘛是可能。
能较听无台语，嘿，啊，厝诶敢若伊，所以就是一个假甲啊咧讲话。啊，你是假也是啊？我应该是假，就是真正听无。啊，毋过我嘛是感觉就趣味，因为阿嬷迄就认真咧甲我讲，啊，我就想要知伊咧讲啥，啊，我就甲迄影片摕掉公司，我就问问同事，因为阿姐因台语较好，我听无，阮听嘿，听有讲阿嬷讲啥？以前伫咧拷贝的时阵，就甲大家讲，就是阮真正听无，以下就是研究台语的歌曲。因为我问公司的人，伊拢听无，我想讲好，大家拢讲什么万事问网友，嘿，啊，真正哦，这是先莫讲出来。就是听众朋友，恁若是想要测验恁的台语听力，来去哈哈台找顶礼拜深坑石丁上班时的英人，对，恁去看迄集内底，因拢有做迄参考，你去找有一个阿嬷，伊就是有讲研究台语的翻译。听众朋友，恁先莫看下骹的老话，因为下骹真正有人甲答案写出来，就这足够的100分。我有去听啦，我有是就是放较慢的去听，啊，我去听，我感觉迄个网友有2个写了意思拢差不多。对，所以我今日我即摆无要甲迄我伊讲啥物讲出来，啊，我讲，嘿啊，你听有吗？我听有8声，你无看迄伊？我无看。哦，你8声真济呢？你真牛呢！我颁发一个迄班花，台湾国语毋是台语哦。我要讲颁发一个迄奖牌互我，奖牌互你，吼，啊，就是写啥？台语一定，差不多安尼，就是迄届是我印象上深呢，啊，就感觉真趣味，啊，就是大家拢伫遐讨论安尼，阿嬷是咧讲啥？啊，上特别是阮有囥伫迄闽仔册门顶嘛，就是因孙有发现一个影片，嘿，就去，因囝嘿，伊是因孙讲，哦，伊是阮阿嬷伫那伫哈哈台，串着，啊，毋过伊就讲，哦，我嘛听无阿嬷咧讲啥，我叫因后生来听者，后生来里面，就差不多就是讲哦，因阿嬷安尼，啊，伊看着因妈妈讲话就话咧，伊就欢喜的，就感动啊！我看着嘛是感觉就感动的。对，因为其实我看恁的影片，因为恁今年还有访问一寡四大人，就是迄 Pokemon 安怎叫？嘿，我你看什么的？一直水鸡排蒜头，你是杰尼，我介意妙蛙种子。妙蛙种子的台语我拢叫伊水鸡排蒜头。哦，嘛是精神啊！对，水鸡排蒜头。啊，迄当初毋是咧问讲皮卡丘安怎叫？我咧底下闪电。我唔知，原来你是介意即种的。我介意即种水鸡排蒜头真高。就微面。对。水鸡排蒜头是迄啦，博胜伊发明的，对，唱台语歌迄个我阮要甲伊邀请，但是目前还未邀请到。伊就有才华呢，对，伊真有才情，就是伊甲迄歌台语歌拢做趣味的，对，所以就敢若拄着即个时段是较听无的，一般就是啊，你敢有拄过迄就是，因为你本来想要问啊，但是你用华语甲伊问，啊，伊听无的。无啊，伊若讲台语，我就会讲台语啊。我若会使讲，我就讲，因为我感觉这毋若是一个讲较好，就是拍关系，较亲切的感觉，心情的问题。因为通常迄时大人拢毋捌阮哈哈台是啥物，阮若敢若一直讲华语，伊即种较无安尼，敢若讲较无接用，较无食用的即种话，伊就会感觉哦，敢若甲你无法度，嘿，无法度开讲。我知，你即个是毋是就是甲咱去日本的时阵，若要讲问代志，讲安诺すみません，你感觉讲哦，你那是？我就开始讲台语，安诺すみません，请问这是啥物？对，差不多是安尼。因今天跳舞呢，我想这是一种心意。就是你对伊先困，伊就会甲你先困到空啥哩啊？应该是讲，就是我知影伊袂计较我讲甲好，还是讲甲烂。安尼。我甲阿姐拢要气笑，但是伊两个都正经，即种的你敢会使？啊？对我恁讲啥？我无记着安尼。你伊无讲煞啦，做朋友爱先困到顶啦，先困到顶是啥物意思？
先困到底啦。困到我辛苦了，无听清楚，就咁要死啊！所以伊就想要讲，伊拄则做礼貌，伊要互你继续讲落去。啊，伊就是一直退后，伊惊讲伊咧笑，麦克会收着。但是我看伊笑到一筋拢要飙出来。辛苦到底，嘛是会使啦。我毋讲惊阿公阿嬷会惊，会惊着啦，会惊着。我会使甲伊困中昼。我到底是有理智。我到底是要加还是卖加？所以听就比如咱后盖有机会看到困到底的部分咯。困到顶，你莫往倒一个，我会使困中昼，莫困暗时对。哎呀，困到阿公阿嬷爱困到啊。我婴仔汉的时阵嘛是会甲阿公阿嬷困中昼啊。所以他大个来就是上班时间去领导困着。敢若袂歹呢，困到的计划啊。我甲你讲，若是真正要做这个专题，拜托恁一定爱去做衫的工厂。做啥啊？有啥物？做啥工厂？因为迄是工厂，但是工厂的阿姨拢有做者出头的。因为是甲因的胃，因其实坐喺医疗啊，你知道吗？医疗啊，因会想办法甲伊变做一张碰床，啊，因个会像迄小龙女，伊安尼困伫面顶，因会想出个办法。我感觉真正趣味应的。该讲困甲足舒适啊。对，因为就是甲迄个所在改造做一个，就是你想想就是因中昼的时阵，因想看会大家开始无用，啊，就开始物件甲捧出来，想哟，那会变成这种物件，真做趣味的。若是真正有这个单款会当去。我收着啊，阮收着啊，后盖有机会去做看觅。过来要问讲，就是恁今年是安怎会想要开这个 podcast？我好奇问者 podcast 的台语要安怎讲？就是 podcast 啊，就是这不是英语吗？啊，就是英语啊。咱英语就卖家直接好玩啊。你无感觉开这 podcast，敢若是咧录迄地下电台？感觉你有感觉？有啊，就是咱无你袂晓啊，你上适合做迄骗人的。特别是迄若是用台语有迄种感觉，安尼。台湾朋友今日来介绍恁好友，特别就是这项物件安尼。因为阮妈妈嘛是会听，伊咧做事的时阵拢会放迄拉里哦，对，拢是迄电台，拢讲台，买是袂限晓啊。量3组，赶紧看两位一摆。哦，因那是太骨肉里身家。对啊，你个这可能爱比起来。骨肉之身家是一个物件，伊毋是一个品牌，所以若是物件无限着品牌，咱就会使讲出来。对，生地是啊，生地。骨肉之身家高雄真正啊，高雄有。我毋知伊。算一种药材，我甲迄间店讲出来。我是一种产品哦。我可能咱这集可能毋是哈哈台啊，就是咱 BB 台，咱袂晓啊。咱种 BB 台，咱讲的话拢会比起来呢。其实阮今年开 podcast 的原因是，阮听讲2年前有开过，啦。伫迄 podcast 元年的时阵。对。啊，毋过时阵就是迄叫啥 podcast video，就是有影片嘛是有声音安尼。啊，就当时阵一个 YouTube 顶管，佮有 podcast 顶管拢有播出掉。啊，其实今年安尼做嘛，是因为想讲有新的主持人，就新的节目，就安尼试看卖啊。无其实阮一直伫咧 YouTube 顶管做即种做公众的议题，就想讲。嘛想讲吼，大家人拢会知影阮的生活，佮阮的想法。无你看，阮的主角一直拢是遐受访者。嘿啊，恁拢想要表现恁家己。嘛是无啦，只是吼有做者观众嘛，是想讲恁的问题对无？嘿，对嘛，想要加较了解阮一寡。阮影片拢是舞台是留互受访者嘿。这节目嘛是因为阮有一个同事，伊就介意这 podcast， 伊就一直想讲我想要做这。对啊。普通若是一个公司要发展一个迄新的物件，就是要有一个人就有迄做热情的，安尼就会起来安尼。头你看着迄个啊？我知我纳豆啦，对纳豆你是要问我纳豆的代志，朋友讲无，就是纳豆。你敢知影想种，就是咱会当讲日语，就是一寡朋友会当接受阮讲日语，因为台语对，因为迄是咱台湾的历史背景的关系，对，这个甲咱台湾的历史有关系，而且日本人当初是来台湾的时阵，伊就是用真济，就是平假名、片假名，甲咱的台语的词扣起来。因为我想讲，我甲阿公阿嬷细汉拢住做伙嘛，阮阿公阿嬷其实年纪就大诶，拢要100岁，因为是有你是毋是会晓摸摸头路上这条歌？
某某塔罗桑，某某塔罗桑，是讲会唱咯。哎呀，阿公会唱，我听，啊，袂怎么袂记啊。无，因为我中华人啊，阮阿嬷嘛是啊，那阮阿嬷细汉时阵就是甲我教即条歌。伊无，啊，毋过阿公阿嬷伊是有拄着迄日本时代的，嘿，所以伊汉来甲我讲话的时阵，我阿嬷就讲，你去帮我摕迄扣豆，拢听无，啥物意思？瓦特哦，瓦头，嘿，扣对，我后来的，这是。这不是音译吗？我感觉像赖打，嘿啊嘿啊。欧西莫里有听过哦？欧西莫里的湿纸巾啊，欧西莫里啦。啊，是咧狮子。你是有去酒店哦？酒店才会知哦。这做专业的哦。日本料理店哦，日本料理店嘛先。欧西莫里，嘿，就是这台语拢会甲俚语有通啊。对啊，其实咱生活当中，我本来想讲，恁去街路好梦会拄着一寡士大人甲恁讲。譬如讲，就是讲，迄个人的万把去用弄掉啊！就这种，对，车的头前万把保险杆，对，可能有讲啊，我无听出来，嘛是有可能，因为我大部分我若路边甲人开讲，其实我若听有6声就会使啊。我就会使继续开讲咯。对，我毋免知影伊逐一句啥物意思。有当时啊，你听无的时阵，你两个继续你讲的种，迄愈好笑，迄网友愈介意即种物件。其实阮就是，若是甲是大人讲话，你有你有表现出你想要听。歹势，小姐头拄仔即段我拢听无。听无？你个讲一解。我意思讲，我知影意思。你哪甲？迄是大人开讲，你其实毋免一直讲，对，你毋免讲内容，你只要甲伊应，你甲伊回，你得继续讲落去。我其实感觉迄是大人，其实有足侪故事想要甲你分享诶。嘿，我平常时拢是咧听诶，假是安尼就有够。啊，毋过我嘛是有发现讲，其实迄是大人一直讲是因为平常时足少人。无人甲伊讲话，我会记家人迄集对无？恁伫咧庙口诶阵访问一个阿伯，伊直讲，伊讲伊诶耳仔去用挂开，对，一直讲。啊，真的一直嘿，真的哦，哎，感觉做，迄只是白当书做，啊，毋过我影响，所以毋是姐你害啊死啊，不要紧，就是白当书，应该是狗狗啦，应该是狗狗。迄阵我袂伫即个哈哈台安尼，系啊，不要紧，就是我拢认为迄拢是姐你，啊，真好啊，可能是我较定哄是大人，对，其实我较爱哄是大人，我会毋是讲挑故意，啊，毋过我若是拄着是大人，我就会就想要去甲伊开讲看卖，因为平常时身躯边啊拢是少年人啊，我就感觉啊少年人，我可能较知影伊的想法是啥物，啊，毋过我真好现是大人咧想啥物，所以我特别会较爱采访迄是大人，嘛算是甲伊调整，听明我感觉即个精神真好，你莫因为讲就是你袂晓讲台语，惊讲还是啥物，因为你愈惊，你就会愈毋敢讲，啊，愈毋敢讲，你就会愈来愈退步，像。姐，你应该做勇气来决定要来上我嘛是足感动。我最近嘛想要去上迄一寡英文课，因为我想讲啊，我是嘛是定伫路上拄着外国人，啊想讲啊，做想要甲伊采访，啊，都毋知要安怎讲，因为真正是伤久无用啊，比台语较少用。对。系啊，而且台语你就是甲伊讲，嘿，对，阿公阿嬷就会继续讲落去，但是外国人你若是无佮甲问落伊的，无你会使甲伊讲，你来应讲呀 ，good， you're right， OK，Thank you，拜拜。根本就毋知咧讲啥物，那就是爱加片的人，讲都加出来。无，阮公司阮的同事英语小好呀，小好，因为阮另外一个台语好鸟，我刚才来。同事会晓俄罗斯的话咧，俄罗斯怎么讲？俄罗斯啥？因为阮的同事是在国际的人，就是要俄罗斯。等，你讲 Russia 要安怎讲？就是罗西亚，就是 Russia。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俄罗斯，就是华语的迄个字直接翻，还是俄罗斯有一个的音，对。我拄仔讲俄罗斯，听起来讲一种物件会使食。我本来想讲你要去俄罗斯。伫咧小的俄罗斯内底而且阮公司就国际化，阮公司有泰国人啊、加拿大嘿，是要等我甲你加拿大有一寡这种翻译，还是有啥物文化的问题，阮拢会使去问。啊，毋过伊嘛做搞啊，华语拢真认真诶。哎呀，因
华语讲就好诶。因迄讲迄生笑无，拢讲迄讲一寡 LE 的物件。你听有吗 ？LE 就日本 LE 就是。嘿嘿，就意思，就是看这个爱比掉，比掉啊！就是因你讲一寡，就是18岁以上较会当听的话，拢讲得最厉害。哦，讲到我拢会惊，讲到你拢会惊。我想我平常时拢唔敢讲这个，讲啊做欢喜。我见咱迄范围就是爱聊好，就是莫互对方无爽快，家己无爽快。大家拢做欢喜。哦，大家拢做爽快，这句呢听起来怪怪。好啊，恁拄则是咪访问讲阮平常？是你创啥？对啊，阮除了就是爱客话，譬如讲就是阮节目爱客话，阮做一个 Podcast 节目嘛，阮有一寡网络的节目，平常时阮就是爱做小编，就是卖种业面顶。恁敢有需要做小编？就是卖种业面顶的物件，敢有需要家己回。有一个专业的人小编做小编。哦，但是譬如讲网友来问啥，譬如网友讲姐你安怎，小编会来甲你问。哦，有时阵会来问。哦，因为阮家己拢有阮除了有迄个哈哈台迄个。对，恁个有恁家己的卖种业。听别人我甲恁讲，我就是去找RJ卖种业甲伊讲话，伊就甲我回啊呢。原来是你哦！我跟你讲，我平常是不咧回遐物件，因为我做笨蛋，因为你爱我。无看哦，公司好，真好。原来你是看到我的抬头。无有时阵是有网友会看到阮可能去街啊咯访问嘛，阮可能穿一领衫，还是伫节目啊，伊会来问阮的人讲，迄姐你伊伫的无啊是啥物？伫倒位买？安尼你会当就是恁接广告还是创啥，开始接衫的品牌。我拢安尼想过结果拢无遮顺利。算了，代志毋是咱所想的遐尔简单。对。好，所以进前就是有一个统计讲，即马少年的朋友，因拢想要做小编，想要做 YouTuber。若想要问讲，就是恁听到有人甲你问这，还是你感觉讲认为讲，你会使互伊啥物建议？譬如讲，伊先学会晓啥物？这是我家己感觉，就是我讲每一行业，大家都是有一寡苦嘛，是有一寡甘甜的物件。毋过遐个物件，我感觉。甲大个人的个性有关系，就是有一寡人伊个性就是适合做即道，还是有一寡人无适合，还是安怎？所以你真正是爱家己去做过。可能我感觉我做感觉我家己做，我可能我就无欢喜的。毋过有人就适合啊，可能有人去做，伊就感觉这我是我天职。我本来就爱做即道的，还是安尼，所以我感觉，我是会建议讲我可能做过即道，就是每一项拢试看嘛。我有拄过啥物问题，我会使甲你分享，互你知影。毋过你要安怎行，还是安怎做，我感觉迄是无人会使甲你影响的，你干那会使家己替家己做决定。真正这是我的想法。读大学的时阵，其实我一定想讲，因为我读迄个公关公告。我会想讲我要行迄个公关一条路，我要去实习。结果做了后，我讲够忝的。我可能毋是这个命。我毋是这个命会老官买。后来我就去广告公司。对。实习了后，因就找我秘密。可是所以其实有时阵你想我要按行迄道，毋过你的命运就是。会甲你安排，会甲你安排好，行这。我去问神明的时阵，神明跋杯啥物，拢讲即道好。即道，觉得就爱问神明。我拢会去跋杯。咱会当讨论一下拜拜步。跋杯偌准的，你毋知？我就问讲，你是咪拢跋三界迄种诶？我跋三界，一定爱三个杯迄种。我嘛是安尼。我甲你讲，我甲迄土地公讲，我甲伊跋一界就好。伊讲袂使，伊讲爱三界。你毋知我？抽迄签我抽签几百支有无？抽大概抽到跋三界。还有迄两个圣杯，第三个直接甲你笑杯。我讲即嘛是笑什么意思？是要中跋一界嘛？无你爱问讲，请问是我问了无清楚，还是你无？还是我拄啊弄？还是我拄啊弄着？对，是问讲土地公，你即马笑是啥物意思？你认为讲即个底是咪无啥物准？你就是搁用，其实跋杯就是一个术会。恁拢即是定去跋杯吗？对啊，我哈那跋呢？我来遮嘛有。真的啊！我是相信，可能应该这是有一个缘分的。因为我拄仔听你讲，我感觉讲就是Jenny可能是迄种，就是较相信家己，若是做决定落去了，就是先行落去才对。伊嘛是这种人。应该是看呢。对啊，其实安尼讲，规个团队，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职务，各有技能，工作的内容其实拢袂有共款的。就像我就做业务，伊就做主持人，有人做嘉片的，有人做导演。
其实拢是无共款啊，所以我家己若是要想讲有啥物建议互别人，我就想讲你先去别个所在去望看嘛，就像头拄杰尼讲诶，行，看有找着家己介意诶，找着家己学习，对，所以你若是有10几个8个会使单独诶作业。迄个时阵，你就会感觉讲，差不多啊哦，我到时会使做即个工课啊。你看迄另类银行顶管的迄个物件，你会知影说，这我做过这我有下书，对。所以我感觉上重要是，其实你若是要做，像阮即度做 YouTuber， 还是做像恁即度嘛是传播业传播业。那是媒体业，你若是爱对即种灵系物件，拢爱有兴趣，而且嘛爱有热情。若无你真正会点袂落去，因为我感觉讲就是普遍啊，即摆少年人上烦恼就是第一毕业了后就是失业嘛，过来就是薪水无遐悬，而且咱伫做这其实咱4个人可能就是无情的，感觉讲拄客户是对象4个人，我就知伊要讲啥，阮4个人我即摆才记着。哎呀，我平常就讲，咱也是做一个代志，若无去准备的，就有毋对。我讲这拢假啦，伊当阵伊就天天我讲讲哎呀，们知有就搞用台语讲迄谐音梗的。对，我感觉恁的华语还有嘛，一感觉有能力笑，真趣味。对，我感觉就是当初是咱即度的，其实打入来薪水真拢较低。系啊，而且你有感觉拄入来的时阵，什么拢爱做，薪水愈低，做愈济。拄出社会的时阵，我嘛是客话嘛，对，客话是咪包山包海？系吧？我爱去加片，我嘛爱加。我嘛爱做小编，对，我全部拢做，就是一条人，我是一条人，你知影无？就一个人那个，但是我感觉讲，这就是像你伫迄进前影片咧讲的，就是我感觉这种是一个经验，而且是一个真好的应用啊。就是尾啊，你当初是你做的物件，就是你后尾你用的时阵，迄拢是你的技能，你的技术。毋过其实若是要讲，你讲即个是 YouTube 的这行业，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我感觉你爱了解你的个性。我感毋是大人的个性，拢有适合无？若要讲真的，我就感觉其实我的个性，我感觉无足适合伫目前的。你到当个认为家己无适合？因为我感觉你若是走即道，当做你的人生，你就爱分享足侪家己的代志，你就爱分享一寡你的足私人的代志。你若愈分享愈侪，大家会愈了解你，嘛是较爱你安尼。毋过对我来讲，我较无法度，就是一直大家讲我今日过安怎，还是我是一个安怎的人安尼。我的个性较，我嘛是呢。你看，就是阮两个甲恁讲，阮无法度，就是阮拄这种我甲恁讲，阮拄在翕相的时阵，我有特别调节角度，因为阮后壁有一面镜，阮最惊你翕伊的时阵，看着阮家己，阮当起个甲伊的目睭放大，看伊的目睭内底有出现阮就仔细的，做真足。应该是讲，你若是讲你我感觉啦，这个 YouTuber 对我来讲是一个行业，毋过我无感觉我是盲青，毋过你若做 YouTuber 你若红啊，你可能会使成为一个盲青。毋过你若是盲青，虽然有足侪人可能会介意你足侪公司可能会看到你啊，想要叫你去做工课，还是讲甲你合作，还是安怎？这是好的部分。毋过伊就有压力的部分，就是伤侪人会使注意到你。我感觉这是一种压力，就是你会一直互看到，你若互看到嘛，就是有好嘛是有歹，毋是每一个人拢会个性拢适啊。这就是为虾米足侪人敢若做这网青这个行业，可能有时阵伊的心理伊会无健康，心理，伊的心理，会可能心理。伊迄压力伤大，还是有可能有一寡别的部分，伊的可能会无自在。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毋是我本来的个性，我会使做自在的代志。我会使做这种代志，毋过对我来讲，这毋是上自在的。你感觉就是下班的时阵去互人揣过？嘛是有啦。你路顶拄着恁家人讲，我该当甲你翕相。会使啊，会使。嘛会使啊，这种还好啦。莫讲要做伙食饭就好。伊要请你食饭，该使。看食啥？一顿一班迄种诶。好吧。讲到这我
几工前，我甲迄个另外一个主持人 Gary 就出去翕相。翕相因为有迄个伊的 Instagram 有接一个翕相的合作。对。结果伫咧西门町有无？拜六前几工的时阵，就有一个迄个美将，伊就传一张相片来伫阮的迄是翕着我甲 Gary 伫啊伫咧路顶，毋过伊的相片顶管是看起来阮两个人伊后壁甲我伊后壁甲我揽做伙迄款安尼，毋过其实毋是伊是咧帮我调手机顶管的物件，对。然后我迄时阵就想讲，哇，原来。这就是去红头翕的尴尬，我补充一个，迄个人是阮路影的大兄伊的朋友啦，所以可能有较实在。对，嘿，就是因为实在，我对这件代志无啥物感觉啦，我是感觉 OK， 只是迄个感觉就感觉讲啊，哇。原来这是出名的代价，这是出名的困扰。其实像咧杰尼伊讲，伊较惊伫咧目前表演啊是啥？像咧阮之前有一个录节目的时阵，阮就有发现讲，杰尼到时敢若较避暑。有一寡时阵你若要叫伊伫咧公众面头前安尼表演啊，是做啥物？伊可能较放袂开。毋过我感觉这就是伊的个人的特色。我嘛袂想讲你一定要变甲安怎？我哋家己观众朋友是介意这种惊的啊，观众朋友就是介意你安尼，所以我嘛袂讲你一定要安怎。毋过有时阵若是真啊爱出爱像讲去讲一下话啊，是起来演一下啥，伊嘛是讲会使啊。所以其实阮因为做人的工课嘛，嘛是爱对咧，就是去哩嘛。对，所以其实有一寡人要入这道，我是感觉讲，莫因为青婚，所以就惊爱唔惊见笑，唔惊见笑。就像恁有一集就是去问人讲，你要去倒位，我对因坐车迄种。真正拢你看，真正是足忝的。应该是安怎讲？个你遐走呢，要死！我看甲足忝的。因为你嘛知影，阮若是咧做记录访问的时阵，拢会签一个迄叫啥物啊？同意书啊，所以你迄甲人采访、甲人拜托、甲人安尼高价，其实是做。有当时感觉讲，像我趁这几块钱，那你你讲拜托，是袂安尼想啦，毋过就是这就是这个工课伊一个一定爱做的物件。对，你爱做嘛做趣味安尼，对。所以就是爱做一个会春秋的人啦，就是我的结论就是讲，若啥人你想要做 YouTube 还是做迄网青，你就我感觉除了你讲你有啥物会使啥物能力，毋过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就最侪人会袂记的，就是你爱想，你有想过，你有真正想要做这无？你有想过讲，你的个性有适合无？你袂使敢若看到迄看起来就青遐迄面，光彩迄面，也是无想到后壁的辛苦安尼。因为这个留言，拢会讲你的毋是讲你安尼无好，刚刚毋通讲骂啊，安尼骂一个，骂一个，迄什么钱啊，济还是少啊？我感觉迄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嘿，对，我感觉快乐嘛是上重要啦，对，这就是咱这部一直伫讲的，人生就是三项代志：趁钱、趁名、趁爽。你到底是要趁钱，还是要趁名，还是要趁钱？哦，有道理，有道理，对。好，过来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请两位总算来到这个所在啊！讲一下什么时阵有新的作品？我感觉我嘛无准备呢，阮啥物新的作品？我想看嘛，阮最近有啥物新的作品啊？无，阮有嘛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啦。对，毋叫。哈哈日记，哈哈日记，我都在想讲，这敢是我听的迄个节目。哈哈日记，对，你会当用华语讲一遍。哈哈日记，这个节目我简单介绍者，就是我甲阮的同事，那我甲 Gary 嘛，那阿姐嘛有拜迄工作人员拢会可能 QQ 的要4个人哦。安怎有时间好，谢道嘿，来谢道，跟他来拍麻将诶，谢哦 ，OK， 来录影，来录音。所以每一遍的拢无固定，就是起码像4个人有闲得来录。看嘿，因为阮的迄制作人对迄 producer， 阮的迄纳豆，伊会想讲即个主题是安怎，可能像较适合，就是斗导安尼，就是就是讲，就是开讲，讲一寡笑亏。你敢讲有一讲讲的拢讲了啊？
因为刚啊，给关开了，因为打做几集尔，所以未了。啊，若是了，啊，久真济当讲。啊，若是了，阮就去听迄第一代，看你拢做啥物题目。阮去借来用者。啊，借来用啊，无问题，无问题。这开讲就是做者主题。对。系啊。其实做这部就是安尼，但是我感觉恁的组合较济啊，就是你知影，阮想就是爱去访问来宾，阮两个讲较无话讲。嘿，对。阮上班斗阵，啊，讲话嘛斗阵，啊，佮两个人关伫房间内底录音，困斗阵，无困斗阵，无静啊袂啦，无静，中斗都困斗阵，无静啊袂遐辛苦，要袂，都免困，我伫困呀。安尼。嘿，阮人足侪，阮的迄组合足侪。对啊，恁的次方，嘿，阮的迄组合就是排列组合，对，排列组合够济。有时阵我较无闲，就讲我今日无闲，别人去录安尼，是安尼。恁是真趣味，你要甲大家讲就是恁差不多是每礼拜当时上新啊，还是啥物啊？感觉是无固定，无固定的时间。阮就是送啊，因为阮有当时一届3支，啊有当时2礼拜才1支，像我拄则伫看，我想讲，咱要来之前无来看者，好啊，前2礼拜之前，啊，这几工嘛加看歌尔，啊，奇怪，咱拢无哈，敢是真诶。无这 podcast 加 YouTube 无共款。你若是讲迄 YouTube 吼，阮是1礼拜1支，1礼拜1支。podcast 就无固定，无固定，就是有闲就做者。啊 YouTube 敢有固定倒一工？拜四，礼拜四。敢有共款？几点？是7点半。7点哦。安尼先听。那就没有你5点，你即马5点 podcast 听了，等下7点去看一下片。平常应该是。拢通常拢是拜四啦，啊，毋过有时阵会2礼拜才1支啦，嘛是有啦，就是看缘分啦，看缘分。啊，你若看无上新诶，啊，旧诶看嘛袂歹，旧诶节目嘛是足好看。哦，有迄中华迄我一直看，笑，家人诶嘛做好笑。好，安工商服务遮紧就了。啊，有别诶要工商节目。无啥物要工商。啊，遮紧哦。啊是想无。安尼你等下阮钱啊。这集应该是录有半点钟吧？有啦，应该是足精彩诶吧？啊是要加录第3集？无啦，无传遐济钱。听讲朋友，咱2集就到遮，真正足趣味诶。若是讲你有其他啥物问题想要问，也是讲有一寡就是要互哈哈台，其实你会当直接伫迄 IG， 还是讲面册着拍哈哈台，你会当找着因。虽然讲因台语诶部分较少，但是因有揽一寡台语的，你会当知影讲即马少年人介意看啥，而且因流行啥物，啊，佮有一寡就是加一寡就是你会知影讲，恁迄个地区诶一寡时代人因咧想啥物，我感觉真足趣味诶。加入好门会当看到人生诶百态啦。我上尾了讲一句，就是即2集吼，这会使讲嘛？共一个时间落，对，共一个时间落，啊，我诶台语无进步遐紧啊，请大家迄。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我感觉我的台语可能就是听的，你可能会感觉有一点包啊痛苦啊！我会努力拍拼，我会拍拼加练习。好，阮会伫咧开着，阵是甲大家讲，你若感觉讲就是注一个预防针诶，对，先注下，先甲大家讲，先甲大家讲，先讲清楚，我可能就是安尼啦。袂啦，我感觉这真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勇气诶部分。我感觉讲你愿意就是挑战即个全台语诶访谈节目，而且阮你讲啥你嘛听有，听无诶嘛会记你爱笑，我感觉足赞诶。听有。我若是咧笑，就是我拢听无。对。好，安尼今仔日真欢喜，就是来到恁即个所在咧，甲恁录即2集节目来收尾。你等一句，等一句。好，来，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众们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这句敢会使讲，这句加掉。这个加掉，我囥起来甲逼掉。我来等去用石头咯。哦，就 sweet 安尼，真大心。因为可能我以后想要来。破咯。刚刚佮甲你讲一遍，咱开头是。我会记你。好，来，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吉大配。你会记哩啊？